一齊記錄你嘅營火故事。估唔到啦，喺尖沙咀嘅鬧市呢度啦，有火土燒肉呢一片嘅露營秘境啊！環境裝修啦，木係燈光，仲有爐火添，而且咧仲有戶外嘅景色，好 relax。成間鋪頭咧都係露營風啊，坐低咧就已經想唱翻首歌啦。每一件餐具咧都仿照露營風格，圍爐嘅時光咧就要開餐啦。二人餐咧真係超豐富啊，性價比超高。芒果椰香梳打、海鹽菠蘿梳打，你揀邊杯？花切長牛舌，果然咧係長牛舌啊！牛舌咧係厚切嘅，食落去嘅時候咧好爽口啦，同埋咧裏邊咧滲滿晒咧一啲黑椒嘅醬汁，同埋仲有啲黑椒味添。北海道豬腩卷，哇，真係好大塊，睇下燒好啦，好香嘅一個煙肉味道，厚切嘅燒出嚟之後咧好香口。而且咧咬落去嘅時候咧，仲有滿滿嘅醬汁味道，個層次感好豐富啊！我好中意，就好似食緊煙肉咁。我仲特別叫咗個雪花牛小排，咬落去咧係入口即溶嘅，好香嘅牛肉味。我仲咧加咗一啲咧燒汁落去添。伊比利亞嘅豬辣條，我都係第一次咧咁樣食啊！估唔到咧，原來咧個口感啦，同埋個味道咧係咁好食，好好味啊！一咬落去咧就已經咬得開，同埋咧滲滿住醬汁個味道。而且外邊咧仲有少少咧燒咗燶燶地，好中意。夢見了雞腿肉，好鮮嫩啊，滑捋捋，而且仲好 juicy 添啊。夢王蛋咧，佢嗰個蛋黃咧好鮮豔啊，好吸引。食落去嘅時候啦，有好香嘅紫菜味啦，少少鹹啦，仲有啲蛋黃咧嗰個咧鮮甜嘅味道。柚子梅素冷麵，哇，睇到咧已經好吸引啦，好清新啊，仲有好香嘅柚子味。黑醋冰番茄沙律，酸酸地，做啲黑醋嘅味道，好開胃。仲有叫咗個甜品蕨餅啦，呢度嘅氣氛圍咧超好啊！一班朋友嚟咧真係開心晒啊！食物啦高質素，服務咧又好啊，打卡影相咧掂啊！如果你都好中意咧燒肉嘅氣氛圍，同埋咧咁有特色嘅露營景點咧，嚟 K11火土燒肉，記得 like 同 follow 我啊！下次見。